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10月19日沙田日馬星期日共10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、2、4、5，重心嘅精選係第1、第3同埋第9場。第1場1004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快樂奇兵，孭135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全程路通，孭125磅，配呢個黃寶利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7號幸運福星，孭125磅，配呢個黃志雲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同埋3號同喜，孭133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第2場10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冠金旗，孭125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9號團結勇士，孭124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12號加州本事，孭122磅，配呢個蔡明少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同埋4號賢者威風，孭125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第3場18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爆出美麗，孭133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3號雙贏，孭120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8號密密送，孭126磅，配呢個董明朗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同埋11號精算特殊，孭121磅，配呢個希威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第4場1004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金風萬里，孭123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時尚歡欣，孭133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3號精算激流，孭128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4號戀愛狂，孭127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6。第5場1004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如蝶翩翩，孭128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一生好彩，孭126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3號海船王者，孭129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同埋7號大千紅心，孭126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第6場1002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包裝戰將，孭134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威利非凡，孭120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1號辣得準，孭135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7號紅財，孭127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第7場1006米2級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標之銀河，孭122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
6號竹園呢115磅，配呢個巴度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4號美麗同享呢117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同埋8號粵進歡欣呢115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二。第8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堅持起呢120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2號添開心呢116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四。4號晒冷呢128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二。同埋2號標誌星河呢134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第9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大眾福星呢127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哈羅威呢122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10號同心同樂呢119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同埋1號神池呢135磅，配呢個布文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第10場16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美麗星辰呢129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0號勁沙塵呢122磅，配呢個巴度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8號英俊飛駒呢123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同埋7號龍城精將呢127磅，配呢個布文，成績最好係跑第一。麻煩大家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大茶飯賽馬貼士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可以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